影片催眠品牌營銷 VHBM 等於營銷2.0全新紀元，聽落去好似好誇張。但如果我話俾你聽，你而家做緊嘅營銷其實係已經落後緊，你會唔會開始有少少緊張呢？大家好，我係導演 Peter 哥，30年廣告導演、碩士班導師、註冊高級催眠治療師，全部嘅 VHBM 內容都可以喺 Linktree 揾到嘅。VHBM 其實所謂營銷2.0唔係淨係換平台或者追功能，而係整個營銷邏輯升級。第一個轉變係由人去諗內容，變成人加 AI 一齊去諗策略。AI 唔只係幫你寫文拍片，而係幫你做策略推演同埋內容量產。第二個轉變係由只針對顯意識層說服，升級到有系統地影響集體潛意識。因為人做決定多數唔係理性分析嘅，而係先有感覺再去揾理由嘅。第三個轉變係影片成為最適合進入潛意識嘅媒介，結合聲音、畫面、節奏同敘事結構，令品牌信息更容易被記憶同埋內化。呢一套結構化嘅方法就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 VHBM 嘅核心。而相關嘅課程呢，基本上就係未來品牌經理嘅工作手冊，亦都係廣告創作總監或者廣告導演嘅未來廣告創製指南嚟嘅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之後留意翻 VHBM， 即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法則100條嘅免費線上講座，同埋付費線上或者實體課程嘅公告。講座課程會教你點樣用影片同埋潛意識，再加埋 AI 嚟達到品牌營銷嘅超高效益。如果有乜嘢影片、品牌營銷嘅問題，都歡迎留言提問，我會盡量回覆嘅。如果公司需要個案顧問服務，都可以揾我。